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唔知各位同學鍾唔鍾意動物呢？大家又想唔想知道更加多關於唔同動物嘅冷知識呢？如果想嘅話，咁老師今日介紹嘅呢一本書呢，就啱晒你啦。今日老師為大家介紹嘅書呢，書名就叫做《趣味漫畫10萬個為什麼動物篇》。呢一本書呢，係一個漫畫嘅形式嚟介紹唔同動物嘅生活習性，當中亦有唔少大家可能未必諗過嘅問題，例如係猩猩點樣表達自己嘅感情，點解馬騮好聰明等等。咁睇完呢一本書之後呢，相信大家會對唔同動物嘅身體結構，以至佢哋嘅生活習性有更深入嘅認識。而老師今日會同大家分享本書入邊其中2個幾有趣嘅問題。唔知大家知唔知，其實雞係會食啲小石頭落肚嘅？可能大家會覺得好奇怪，啲石頭明明冇營養，加上又咁硬，點解啲雞仲會不停喺度啄啲小石頭，仲要吞埋落肚呢？唔通佢哋唔驚搞肚痛？啲雞之所以會食啲小石頭落肚度，最主要係因為啲雞個口裏邊唔似得人咁樣有牙。人食嘢嗰陣時可以利用啲牙去咀嚼食物，令到食物變細塊，咁我哋再吞落肚，咁就可以消化，繼而吸收到當中嘅營養啦。但係因為雞個口裏邊係冇牙嘅，咁所以就需要利用呢一啲嘅小石頭嚟幫手磨爛啲食物啦。啲雞會將吞落肚嘅小石頭儲存喺佢哋身體裏邊一個叫做沙囊，即係類似係人類胃部嘅地方。由於沙囊胃壁肌肉堅韌發達，只要加上啲雞食嘅小石頭，咁佢哋個胃就可以磨碎嗰啲食物，以幫助消化食物，繼而等啲雞隻可以吸收到食物當中嘅營養啦。除咗啲雞之外，其實好多唔同嘅鳥類都會因為相同嘅原因而食啲小石頭，幫助消化嘅。不過同學仔要留意啦，人本身其實因為有牙齒去幫手咬爛啲食物啦，所以人其實係唔需要食啲小石嚟幫助消化嘅。大家千祈唔好學啲雀仔咁樣食石頭啊！而老師今日要分享嘅另外一個問題呢，就係點解啲豬咁鍾意瞓覺啦？大家可能都有聽過一啲人話，一啲爛瞓嘅人就好似隻豬咁，但係唔知大家又有冇諗過點解啲豬咁鍾意瞓覺呢？唔通啲豬真係特別懶嘅？原來豬瞓覺唔係因為佢哋特別懶，只係因為豬有好厚嘅脂肪。如果佢哋太活躍，喐動太多嘅話，體溫會升到好高，繼而令到啲豬感到好唔舒服。所以啲豬喺日間嘅時候，多數都會趴喺度唔喐去唞涼嘅。而亦正係因為呢個原因，啲豬喺一啲比較涼嘅時間，就好似係夜晚咁樣啦，就會變得比較活躍啦。除此之外，科學家亦都發現豬嘅大腦會分泌一啲具有麻醉成分嘅物質，令到啲豬想瞓覺嘅。除咗頭先嗰2條問題之外，其實呢一本書仲有好多好得意，大家可能未必諗過有關於動物嘅問題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加多有關唔同動物嘅資料，就記得去學校圖書館借閱呢一本書啦。咁今次神秘老師講故事嘅時間又完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聽過故事之後，請同學喺2025-2026祈禱週會國際語言日及全校之資訊嘅 Google Classroom 裏邊完成呢一次神秘老師講故事嘅 Google Form。喺閱讀繽紛樂嘅第27頁，將 Google Form 裏邊嘅分數記錄落嚟。填妥咗第27頁嘅資料之後，就可以去到圖書館請家長義工吸印。全年儲齊閱讀繽紛樂嘅活動印仔20個，就可以獲得優點1個。大家要踴躍去到 Google Classroom 回答 Google Form， 然後完成閱讀繽紛樂嘅第27頁，就可以儲到1個印仔㗎喇。拜拜。